好，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，为着要帮助家己党的立委陈昭珠来推动着人工生殖法的修法，早起特别到立法院拜会着国民党团，马上就得到国民党立委热情的迎接。鲍坤奇讲，郭文铁是满血回归，是不是会甲民进党来见面呢？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讲，伊甲郭文铁应该是会单独来会面。讲笑会气氛正热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带立委拜会国民党团。这是我对陈昭志的一个承诺嘛，说这个有什么困难？结果竟然搞了2年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拜托大家。简单的致辞表达心意，郭文铁甲黄国昌更加同时甲部分旗握手，代表南北团结，是讲难得来一座立法院，敢有时间去见立法院长韩国瑜？搞得就好像这个什么党对党谈判，什么我跟韩国瑜本来就是好朋友，这有什么奇怪吗？讲到老朋友，郭文铁甲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，毋若是新竹人，更加是有20外档的交情，却因为2022年时，是咧市长的选战发生变化，即马敢有可能和好？到这柯总要帮忙嘛，我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啦。行政有版本嘛，我们的立场是在拜托总预算经过的问题，这点要拜托。这个要处理的。10分钟的会面，郭建明甲郭文铁互相握手拜托，先后头一个上班日，郭文铁变成说客替陈昭珠争取支持人工生殖法的修法，是讲因为2年条款要到陈昭珠的立委任期剩较无1个月，若是这个会期修法无通过，陈昭珠敢会依照约定下任？这个我们私下讨论，党内的问题我们党内会解决的。郭文铁代表回答，敢若嘛和这个亲身定的2年条款有变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